而家經濟唔好啊，好多撈女撈唔到錢，開始玩陰招啊！各位網友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啊！我已經唔止第一次聽到呢啲咁嘅案例㗎啦。一個網友去一個商務 KTV 唱 K， 跟住點咗一條女，俾咗條女1800蚊，跟住嗰個男人就上手去摸嗰條女，跟住條女就告呢個男人話佢猥褻，最後係賠咗5萬蚊。上一次我仲聽到一個網友同我講話，佢去溝一條女喺啲交友軟件識嘅，跟住約出嚟大家約會見面嗰晚係傾到好 happy 嘅，跟住就發生關係。點知到咗第二日，條女就反轉豬肚，就話嗰個網友老強佢，跟住去報警。條女又同呢個網友訛詐攞2萬蚊，跟住俾咗2萬，因為警察嗰邊已經係立咗案，仲唔放嗰個網友，好似又韞咗一排先放出嚟。所以而家經濟下行，好多公司企業裁員裁得好緊要啊！啲女以前仲可以做下撈女，而家做撈女都搞唔掂啊！已經直頭係要玩仙人跳啊！冇辦法啦，嗰個網友嚇，我哋作為男人而家係弱勢群體，會隨時俾人搞嘅。啲女人而家屬於係人窮志短嚇，馬瘦無長，窮山惡水出刁民，玩陰招啊，玩啲騷操作啊，一定要謹慎。